日同你講下點解冇買屋你就係 loser。嗱，先假設你打緊份客服嘅工咧，咁點解客服嘅工資係5000蚊唔係2000又唔係1萬咧？嗱，因為5000咧係啱啱夠你使，又保證你儲唔到錢，就算儲到你都掉翻入房貸車貸入邊，係嘛？所以呢5000蚊咧少咗餓死你，多咗你就係諗頭，就係要令到你咧唔可以冇咗份工。餓又餓唔死，彈又彈唔起。嗱，冇得揀，你就只能夠一直做咯。不知不覺間咧，你就失去咗人生最值錢嘅嘢——時間。跟住阿媽又催你結婚，催你生仔，表面睇落好似講緊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實質上咧係為咗同人哋步調一致。20幾30歲啦，個個都結晒婚，你仲單住，過年都唔知匿去邊好。30幾歲啊，個個都生咗，你繼續單住，3代以內都要斷親。其實呢種突兀咧，阿爸阿媽唔舒服，你都唔舒服。慢慢咧，你嘅潛意識就開始服從，揾個差不多嘅算罷啦，係嘛？就係咁，你就失去咗第二樣嘢——思想。後尾先發覺，之所以阿媽要你買屋咧，係因為佢啲 friend 啲仔女都買咗，純粹係唔輸得。嗱，以前就話升值啫，而家跌到咁，都唔知為乜啦。一旦成為房奴，你就更加唔敢辭職，驚死冇錢還，輕易都唔敢跳槽，唔敢創業做生意，因為你可以接受嘅容錯率實在太低。時間一長，你失去埋第三樣嘢——可能性。嗱，咁樣落去，溫水煮青蛙，一世人一眼就望到底，仲有咩意思啊？唉，冇所謂啦。你提出質疑啦，但周圍嘅人就覺得你無病呻吟喎。喂，個個都係咁過嚟㗎幫，你感受到深深嘅無力感，只有 D 天 D 地 D 社會先可以發泄你嘅焦慮。但係你發現越係咁，你就越焦慮。你開始冷靜落嚟，重新去思考問題究竟出喺邊，點先可以改變現狀。你讀書啊，讀高效能人士嘅7個習慣，你讀人性嘅弱點，你讀思考快與慢，你突然間明白要學識積極思考。雖然你唔中意呢啲規則，但你可以去積極駕馭佢。與其生，不如諗諗點樣去利用好佢。心態擺正之後咧，你終於睇通咗，你值錢嘅唔係份工，唔係結婚生仔，唔係供緊嗰間屋，反而係呢3樣嘢箍住你嘅時間、思想以及未來無限嘅可能。同樣返工，你唔再在意份工得5000，而係通過客服期間了解嘅客戶反饋咧，用運營嘅角度去檢討啦。點解咁選品？點解咁定價？點解要咁樣賣？同時結合烏合之眾嘅學習心得，你喺客服期間觀察咗過萬個消費者，觀察佢哋喺唔同嘅場景，因應唔同嘅反饋所產生嘅情緒變化，你慢慢掌握咗依類產品嘅特性，依類消費者嘅特點，利用公餘時間，你一步一步搭建自己嘅項目，積累一個又一個嘅人脈，拓展一個又一個嘅資源，直至有一日只欠東風，你毅然辭職創業，做嘅就係呢個類目。邊有人估到你可以咁華麗變身？其實你只係做啱咗一件事，就係喺困境當中唔好俾情緒牽住，跳脫出嚟，積極思考，之後後邊嘅對時間、對思想嘅解放，之後接落嚟嘅可能。真正聰明嘅人咧，每一步都喺度鋪墊緊自己嘅未來，知道點樣去掌握自己嘅時間、自己嘅獨立嘅思想以及可能性，你都可以做到嘅，bro。